中国外长王毅14日与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在江苏无锡举行会谈，双方共同宣布启动两国25年全面合作计划落实工作，并就此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说，中国坚决反对对伊朗的非法单边制裁，反对借人权等议题进行政治操弄，反对粗暴干涉伊朗等地区的国家内政。乌克兰声称有证据证明俄罗斯是该国日前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乌克兰数个政府部门的网站周五遭大规模网络袭击。美国软体巨擘微软公司警告，本次网攻可能具有强大破坏力，影响的组织比初期预料更多。微软在一篇部落格文章中说，这个恶意软体的设计看似勒索软体，但却没有取得赎金机制。这个软体的目的就是破坏，旨在使目标设备无法运作，而非获得赎金。美国政府已撤回对以色列、南塞浦路斯和希腊在东地中海计划的伊斯密特管道项目的支持。土耳其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全力支持该项目。由于土耳其的坚定立场，希腊通过能源动摇东地中海的政策主义遭遇挫败。奥运会来临之际，奥密克戎变异株在中国大陆多省出现。2022年1月15日晚间，北京市通报出现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患者，该病者曾多次搭乘地铁、公车，使得北京疫情形势更加复杂。由于北京冬奥会将于2月举行，全国两会也将于3月5日起召开，使得北京防控措施十分紧张。塞尔维亚人、世界网球第一星德约科维奇今天离开墨尔本，乘坐航班离开墨尔本。澳大利亚法院昨天驳回了这位未接种疫苗的网球明星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前对他的签证被取消的上诉。德约科维奇的签证最初于1月6日在墨尔本机场被取消，因为当局认为德约科维奇不符合澳大利亚对未接种疫苗游客的豁免规定。根据哈萨克斯坦总检察官办公室的报告，年初在阿拉木图等地爆发的抗议示威中，死亡的人数已升至225人。自1月2日以来，迅速蔓延开来的示威抗议当中，人们的诉求从最开始的反对燃料价格上涨，演变成对哈萨克斯坦权威政府的普遍性抗议。最大城市阿拉木图一度陷入暴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种名为北极光的自然现象，无尽的虚空之中，一道道绿光荡漾开来。北极光是地球磁场与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互相作用的结果。这次北极光将瑞典的天空涂成了绿色。